我係杜德志 ，founder of T-Fit Rhythm Fit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你分享係一個上身嘅膊頭腰部嘅舒緩運動。咁咧，我就請咗位特別嘉賓，就係個好友方力申。係大家好，我係 Rhythm Fit 嘅會員。welcome。嗱，大家第一步就係揸住個手好似握手咁，雙下就握手。咁咧就背對住把背。嗱，記得我嘅運動嘅 formula 主要因素係膊頭要垂低，冇俾壓力喺我手度。個人烏前少少，Alex， 跟住坐低，嗱個身就比較要直啲嘅 ，OK， 跟住喺中間位就唔好突，亦都唔好側肩，唔好收縮，啱直嘅。最緊要嘅感覺就係膊頭落啦，膊嘅頸離開個頸部，然後個胸嗰度有個舒緩膊頭，feel 到啊？ feel 到好實 ，OK。嗱向前，咁慢慢向前喎，個身就保持直 ，feel 到佢。就仲有一樣嘢，就係個手踭位咧，冇身太直，微曲，咁你就唔會有一個太過咗嗰個 join 嗰個範圍，係啦。咁我哋唞氣自然地3-4秒 ，OK， 轉手，下面轉腳，攞個位啦，保持平衡啦，得嚟，得，好啦，坐低向前放鬆，仲有好少嘅秘密同分享，加到少咧，咁啊全部啲嘢比較容易啲。我有，你有啊，你好大力嘅咁樣理解 ，OK， 得，咩？嗱，跟住呢個。前面跟住我哋就舒緩後邊呢一個非常好嘅協調運動啦。嗱，大家呢個就合作性緊要好多嘅，因為佢係依賴我，亦都係依賴佢。如果大家有好嘅信任咧，就可以放得多啲啦。咁咧盡量做咧，有個嗰個主要因素喺邊度咧？就係個 pat pat 要突出嚟，同埋收緊個小腹，同一時間亦都要唞氣。咁就微笑就，但係唔好放撇喎。微笑係只要俾一個自然嘅感覺啫。膊頭垂低，一樣手踭係收緊嘅。咁我哋睇見你個放都 very good 啦。嗱，你 feel 到邊度咧？個獅子振人相咁啊！嗱，咁啊好事點解咧？佢啲擺喺腳嚟睇到，你放撇咧就會散喺度就唔好啦。忍受多幾秒啦，好啲觀眾分享下少少。嗱，我要 feel 到呢個 pat pat 有啲舒展嘅感覺。就好好啦，同埋呢個位30、小心，呢位要 feel 到，呢度要坐低最緊要聽住坐低。咁我哋4秒唞氣，1收緊小腹，2、3、4，慢慢起翻身。